喺粵港澳嘅茶樓飲茶呢個動作背後有乜嘢含義呢？呢段故事可以追溯到清朝㗎。聽我講啦，粵語傳承，我係張弛。話說喺150年前，清朝末年喺廣州有一個二世祖，佢屋企好有錢，但係佢又好爛賭，成日輸到清光啊！話說有一日佢又輸晒啲錢啦，跟住冇錢食飯喎，佢又度咗一條屎橋要去食霸王餐。話說佢去到茶樓之後呢，點咗一壺茶同埋一啲點心，佢就將呢壺茶飲晒之後呢，佢又將啱啱喺樹上捉嘅一隻麻雀偷偷咁擺咗落個茶壺度，跟住即刻冚住個蓋，然後佢就同侍應生講啦：喂，伙計，加茶唔該。侍應生行到埋嚟，跟住掀開個茶壺蓋，都未曾加水，隻麻雀係咁啜一聲飛走咗。呢個二世祖咧，佢就開始發圍啦。佢就話：哦，你衰啦你個伙計，我隻金絲雀係 America 運翻嚟㗎，要成20兩銀啊！你快啲賠錢俾我。嗱，跟住老細就好緊張啦，即刻跑埋嚟，跟住就話咩事咩事。後尾話隻金絲雀飛走咗，要勒索20兩銀。嗱，因為隻雀仔已經飛走咗啦，所以老細唯有啞巴食黃連，冇辦法，為咗息事寧人，就賠咗20兩銀俾呢個二世祖。從嗰日之後，廣州全部嘅茶樓、酒樓都有一個規矩，就係如果人客要加水呢，只可以人客自己掀開個蓋去加水，伙計唔可以幫人客掀開個蓋嘅，費事俾人勒索啊嘛。嗱，呢件事過咗150幾年，而家喺粵港澳仲保留緊呢個規矩，係咪好有傳統呢？最後問下大家，你係邊度人啊？喺你鄉下有冇呢個飲茶習俗嘅？評論區寫出嚟啊！